差值之美。陳太太係一位外表年輕嘅母親，佢喺內地長大，大學畢業之後順利做咗公務員，喺內地嘅生活無憂美滿。後來佢結咗婚，嚟到香港生咗一仔一女，好事成雙。不過陳太太用盡氣力咁講：我嘅大仔依家當我係仇人啊！原來陳太太喺小學階段不斷催逼大仔嘅功課，期望佢可以升讀 Band 1嘅中學。結果大仔逐漸出現情緒問題。另外，細女似乎都有學習障礙同專注力問題。陳太似乎好難承認同接受仔女係咁。從父母嘅栽培到長大，陳太太似乎就係完美嘅女兒、完美嘅學生、完美嘅員工、完美嘅妻子、完美嘅佛教徒。呢一刻，憂愁嘅陳太太問：我係咪一個失敗嘅母親？輔導員知道佢喜歡茶道文化，就邀請佢一齊飲茶，並且同佢分享日本所推崇嘅差值之美嘅茶室文化。差值描繪嘅係殘缺之美，殘缺包括唔完美、唔圓滿、唔恆久，當然都可以指寂靜、謙遜、自然嘅生死無常循環。然後輔導員調翻轉問陳太太：究竟乜嘢叫做完美？響輔導之後嘅見面，陳太太帶住微笑咁話：依家每日最好嘅時光就係放學之後拖住仔女嘅手，聽佢哋講下學校嘅大小事。兩個仔女雖然唔完美，但係佢哋係獨一無二嘅。將來無論發生咩事都好，我希望仔女會知道仍然有呢一個屋企做後盾。或者陳太太已經有佢完美嘅答案。